星期一，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纷纷宣布就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发起制裁行动。在这轮制裁行动中，欧盟最先发表声明，于周一早间宣布制裁4名中国东突厥散地区官员和一家实体。英国和加拿大也随即公布了和欧盟一样的制裁名单和措施。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其声明中说，东突厥散普遍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不容忽视，包括大规模拘留和监视、酷刑和强制绝育的报道。他表示，这些证据不仅清楚，也让人清醒。拉布表示，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待遇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最大规模的拘留。和欧盟一样，英国制裁的对象为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新疆公安厅厅长程明国、新疆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明山、前新疆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伦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制裁措施包括履行禁令和解冻海外资产和交易。人权活动人士周一在纽约市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办公室前举行集会，呼吁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终止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此次活动由耶西瓦大学支持维吾尔人组织、维吾尔人集会和青年犹太人呼吁公正等组织发起。今年1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中国对维吾尔人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通过决议，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破坏是种族灭绝。3月22日，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纷纷宣布就维吾尔人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发起制裁行动。欧盟制裁宣布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发布了回应声明，并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制裁。中方的制裁名单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彼得·科菲尔、格鲁克斯曼、库楚克、克拉斯曼，荷兰议会议员舍尔茨马，比利时议会议员科格拉蒂，立陶宛议会议员萨卡利埃内，德国学者郑国恩，瑞典学者叶必扬，欧洲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相关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欧盟特别行政区，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上周一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广西桂林会晤。中俄外长互相通报了各自对美国关系近况，并表示国际社会都认为美国应停止拉小圈子再搞集团对抗，停止单边霸凌行径，停止干涉他国内政。在伊朗核问题上，中俄双方认为美国应尽快无条件返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撤销对伊单边制裁，同时鼓励伊朗重新全面赴约，期待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继续为防止核扩散发展应有作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表示，欧盟希望与土耳其发展最佳关系，并解释说，他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善。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后说，与土耳其的关系是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将在3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上对此进行讨论。